韩国演习后礼拜要起稿，是会动员22000个后备军人。今日早起，陆军6军团就一批300人报道到调14天。另外，咱甲美国买海马斯火箭系统正式加入咱的军队，到时阵嘛会参加汉光演习。汉光41号演习会伫初九正式起稿，加强动员22000个后备军人，要做双臂部队的后援。陆军陆军团展开206旅全旅教调，大约2000多人参加14天新齐教调，当中有大约300位部队营战机连甲纪律连的调员。初五到桃园陆线市报道，有真侪人是第一届参加教调。也不是说什么心理准备啊，就是也5年没教招了，第一次教招，就遇到汉光。心态上要不要适应时间？需要，应该1-2天就习惯了。报道了后，调员随进行步枪拆解测试，后续会进行全长鉴定、复习，也有正伤救护、射击训练了后，会投入汉光演习。今年汉光演习有10天9暝，重点伫无剧本、实战化，也有新战略的加入。5月头一届展出来，海马斯济港火箭系统透过实弹射击，展现远距离打击能力。陆军500炮击部测试举行海马斯飞弹连的成军典礼，国防部长郭立雄亲身教下部队。海马斯也会头一届参与汉光演习，或者分析海马斯有源头打击能力，会当甲雷霆2000济港火箭，正做关键配来挡解放军。雷霆2000可以进行面目标的打击。击中共企图登陆的船团以及舟坡。那海马斯炮兵飞弹除了可以跨区支援之外，也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敌方的地面部队集结点或是港口。国军利用汉光演习验证部队的应变能力，反制中国解放军直直军事扩大。国防部初五发布侦测到18架次的中国军机，其中12架次超过台湾海峡中线，结合中国艦11架，公务船1架侵了台湾。国军迅速应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